卫福部要实行长照3.0，未来会加强提供家庭照顾者支持据点的服务，让照顾者会当有心理的支持，遇到问题有人通去问，嘛有人通去做伴。台湾伫今年进入超高龄社会，家属为着要照顾适龄失智的时代，嘛有可能出现心理不足的状况。卫福部伫2017年开始推出来支持家庭照顾者的服务，包括电话服务，佮有提供家照的据点，让照顾者有所在通讲，有人通分担因的压力。到达为止，目前全台22个县市拢总设置134个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据点，训练300几个专员，提供这寡照顾者的心理支持服务。我们家照专员的社工跟他耗了3个月到4个月，他后来感动到了，原来我们家照据点处理的不是只是给我资源而已，你们要帮助我的是我这个人的主体。有一个照顾者他跟我说。因为呢，他看到了家珍，他开始去工作，他觉得他也有不一样的可能，他想要试试看。那他现在已经就是稳定照顾，那先生的话就陪伴外出去做复健，因为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是他要的。根据家庭照顾关怀专线的统计，其中上需要的是情绪的支持。有5%的专线卡入来的人是因为照顾到郁卒、人神神，甚至是受气掠狂。政府培养家照专员，就是希望有人会当陪伴照顾者面对家庭的压力，减轻因的负担。全国134处的家照据点，这边来提供照顾者一些需求，那给他一些心理支持，甚至有一些初任的一个新手的照顾者，我们也会协助他所谓的照顾技巧的这些相关的指导。卫福部表示，未来会将互相喘气的服务正式加入长照3.0去试办，并且扩大照顾的对象，包括50岁以下的少年型失智，甲出院了后急性尾期的适龄者。卫福部表示，为着要打破年岁限制，照顾到更较侪需要帮助的人。记者李阿选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